世界卫生组织周五表示，它正在成立一个新的小组来追踪新冠病毒的起源，试图结束它所称的阻碍有关调查的政治得分做法。华盛顿周五对世卫组织这个计划表示欢迎。据称，美国情报部门评估塔利班可以在3天至1周内围攻阿富汗首都喀布尔。另一方面，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约翰·科比表示，撤离喀布尔大使馆人员的行动已经开始。周五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，中国宣布在2021年上半年启动数十个碳密集型煤炭和钢铁新项目，而就在几天前，联合国刚发布一份重要报告，敦促全球立即采取行动，减少使用化石燃料，并防止气候变化失控。美国众议院1名共和党及1名民主党议员提出一项法案，旨在压制苹果及 Alphabet 旗下谷歌经营的强大应用程序商店。该措施将禁止大型应用商店要求应用提供商使用其支付系统。有报告指出，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已经成为中国政府跨国破坏维吾尔人的同伙。维吾尔人权项目和阿姆中亚事务协会11日发布《部落天下帝王：中国追捕巴基斯坦维吾尔人的调查报告》显示上述结论。报告指出，中国1990年开始对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境内的维吾尔人进行跨国破坏，到2001年共有27名维吾尔人被遣返回中国或被巴基斯坦安全部队逮捕。土耳其北部黑海沿岸地区8月11日遭遇暴雨，引发洪水。截至13日，已经确认至少38人死亡。卫生部长科贾表示，暴雨造成的洪水导致喀斯塔莫努省32人死亡，斯诺普省6人死亡。另一方面，中国湖北多地遭遇强降雨袭击，其中随州市绥胜柳林镇受灾严重。强降雨天气已造成柳林镇至少21人死亡。统计显示，非法移民从南部边境进入美国的数字继续上升。7月份越过墨西哥边境前往美国的非法移民人数超过20万人，达到21年来的最高水平。